作為港人退休路上嘅專業夥伴，我哋明白過分依賴單一投資經理管理強積金計劃下面嘅基金，或者未能帶嚟穩定嘅投資回報。情況就好似捉象棋，只有同一種棋未必能夠取勝。要贏一場棋賽，要有唔同特性嘅棋喺適當位置發揮佢最大嘅功用。呢樣亦正正係宏利引入多元經理投資模式嚟管理基金嘅原因。乜嘢係多元經理投資模式呢？多元經理投資模式係指將基金嘅資產分配俾多於一個投資經理管理。過分依賴一個投資經理管理單一基金嘅資產，就好似捉棋嘅一方只有一種棋一樣，往往只能採取單一策略，未必能夠突破重圍。但係如果棋手有唔同特性嘅棋，佢就可以運用技巧，根據每隻棋嘅特性作適當嘅部署而取得勝利。採用多元經理投資模式亦一樣，我哋可以根據市場狀況，靈活咁將基金嘅資產分配俾擅長喺特定範疇嘅投資經理，有機會藉此加強投資回報。咁採用多元經理投資模式有乜嘢好處呢？基金表現更為穩定，投資市場瞬息萬變，單一投資模式往往未能即時對市況作出迅速反應。因此，即使係同一市場或者資產類別，我哋亦需要唔同投資風格嘅投資經理嚟互補不足。例如喺經濟上升週期時，側重進取型嘅投資經理，有望帶嚟更佳投資回報；而喺經濟處於下降週期時，側重抵禦跌浪能力較佳嘅投資經理，或者能夠減輕跌幅。對比單一投資模式，多元經理投資模式能夠減少基金表現波動，令基金表現更加穩定，加強效率同埋靈活性。喺象棋嘅世界入面，冇一隻棋可以戰無不勝。正如投資界入面，冇一個投資經理係長勝將軍。當單一投資經理表現唔理想，而需要轉換投資經理，往往需要至少6至9個月。由於過程需時，或者會引致基金表現未能及時追上市場嘅變動。但係喺多元經理投資模式之下，將資產調配俾同一基金嘅另一投資經理，只需短至幾日。我哋可以因應市況，將資產喺多個投資經理之間靈活調配，或者可以爭取機會改善基金表現，降低集中風險。多元經理投資模式有助降低依賴單一投資經理所帶嚟嘅集中風險。俗語都有話，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入面。當中所指嘅就係集中風險。當基金嘅資產總值越高，指派單一投資經理管理有關資產所帶嚟嘅集中風險就更加唔能夠忽視。而多元經理投資模式就可以降低集中風險，或者可以減少基金表現嘅波幅。多元經理投資模式適用於邊一啲基金呢？無論投資喺邊個市場或者資產類別，所有基金都會受集中風險所影響。資產總值越高嘅基金，受集中風險影響就越大。因此，資產總值較高嘅基金相對適合引入多元經理投資模式嚟到管理。